这事以后，埃及王的酒政甲省长得罪了因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酒政甲省长这两个神，甲因落伫护卫长府内的监狱内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甲因交互约瑟，约瑟便侍候因。因有一寡日子伫监狱内，被囚伫监狱之埃及王的酒政甲省长两个人当夜各做了一个梦，各梦拢有讲解。到了早起，约瑟入甲因迄边，见因有秋闷的款式，伊便问法老的两个神。就是甲伊同囚伫主人府内的讲，因今仔日为虾米面带愁容呢？因对伊讲，阮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无有人会当解。约瑟讲，解梦的毋是出自上帝吗？请恁将梦讲互我。酒政便将伊的梦讲互约瑟讲。我梦见伫我面前有一丛葡萄树，树顶有3支树枝，好亲像发了芽、开了花，顶头有葡萄，拢成熟了。法老的杯伫我手中，我就摕葡萄置伫法老的杯中，将杯递伫伊的手中。约瑟对伊讲：“你所做的梦是安尼解。3支树枝就是3工，3工之内，法老必提你出监狱，叫你官复原职。你犹原置杯伫法老的手中，甲先前做伊的酒政同款。但你得好处的时阵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互我，伫法老面前提供我，救我出这个监牢。我实在是为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，我伫遮里也无做过啥物，叫因甲我落伫监狱内。省长见梦解得好，就对约瑟讲：我伫梦中见我头顶顶着3圈的白饼，其上的篮圈内有为法老烘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食我头顶的篮圈内的食物。约瑟讲：你的梦是安尼解，3个篮圈就是3工，3工之内，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甲你挂伫叉头顶，必有飞鸟来食你身躯顶的肉。到了第3工是法老的生日，伊为众臣仆设摆宴席，甲酒政甲省长提出监狱来，互酒政官复原职。伊犹原置杯伫法老的手中，但甲省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因所解的话。酒政却无纪念约瑟，竟然袂记哩了伊。